圣诗，请咱献开咱的圣诗164首，164首。这首圣诗咱较无熟吼，咱加唱几届。第一节来，一生的心跳阮基督，阮就做你身边，你来为所阮的无限，就来无敌。第一节搁一届哦，一生的心跳阮基督。阮就做你身边，你来为所阮的无限，就来无敌存。第二节来，求你那更多就显明，我的罪恶不数。再来，求你那回转变我心，爱得已经死度，好我将心全献罪罪，归顺我已求。第七节来，圣的心跳阮基督，我世界最身边，你来为所阮的无限，就来无敌存。好，真好听的一首圣诗。咱要来串联第二首的圣诗，是第638首。638首。来，咱着出欢喜的声，感谢有女主的名，我国已经受到来。大损害，主上天为咱安排，所有秘籍出来，要在心底来见本，有我上帝大真第二节，全世界受主管理。出山之子应当伊，每个配上是落地，最会中上高落尾，大声开会就给起，免老手心高清气。就最好归去，好做我一首日记。好，我邀请圣歌队员，咱来唱4部这首曲，咱大家唱过吼。好，咱今仔串联圣诗到这，谢谢。亲爱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伫主所定的圣日，会当伫遮甲大家来敬拜阿拉的上帝。请大家甲厝边隔壁讲，上帝甲恁同在。
上帝甲恁同在。请起立，咱来敬拜，学了咱的上帝，神同在。拍鼓来，学了咱的主。从日出到日落，我要歌颂你的大能，并在列邦中述说你的同在。我要跳舞赞美他，击鼓弹琴响亮欢呼，并在列邦中高举神同在。右手举起来，左手举起来，抬手荣耀归真神。我灵醒起来歌唱，欢呼绕向你兴奋，高声赞美神，神与我们同在。哦，神同在，哦，神同在，让主的爱敞开你的胸怀，歌唱神同在，欢呼神同在，愿全地唱起宣告神同在。右手举起来，右手举起来，左手举起来，抬手荣耀归真神，高举主耶稣，颂赞主耶稣，一生一生要有神同在。从头，从日出到日落，我要歌颂你的大能，并在列邦中述说你的同在。我要跳舞赞美他，击鼓弹琴向他欢呼，愿在列邦中高举神同在。右手举起来，左手举起来，抬手荣耀归真神。我灵醒起来歌唱，欢呼要向你兴奋，高声赞美神，神与我们同在。哦，神同在，哦，神同在，让主的爱敞开你的胸怀，歌唱神同在，欢呼神同在，愿全地响起宣告神同在。右手举起来，右手举起来，左手举起来，抬手荣耀归真神，高举主耶稣，颂赞主耶稣，一生一荣耀神同在。哦，神同在，哦，神同在，哦，神同在，让主的爱敞开你的胸怀，歌唱神同在，欢呼神同在，愿全地响起宣告神同在。愿全地，愿全地响起宣告神同在。愿全地，愿全地响起宣告神同在。请大家右手举起来，左手举起来，来拍手，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真神。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请话来学咯，上帝奇妙的名，我们请话来学咯。
乐上帝亲情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无比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乐，我乐耶稣尊贵的名，你出来的所在，你个人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你有丰盛的慈爱，你的信息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相信一面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相信决定的命。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三位的上帝。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全地上帝。你出来的所在，你甲热闹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你有丰盛的慈爱，你的信息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你出来的所在，你甲热闹的大海。唱歌无人知，你有丰盛的慈爱，你的信息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对你出来的所在，你甲热闹的大海，我要唱歌无人知。你有丰盛的慈爱，你的信息到万代，我要唱歌无人知。这首是神圣诗308首，我书内面咧写，愿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奇妙的听。愿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至圣的名。愿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无比的听。愿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尊贵的名。除了学乐，搁再学乐；除了感谢，搁再感谢。感谢三位一体的上帝，因为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息到万代，所以咱就爱欢喜来吟诗来学乐伊。炎热的夏天哈，咱吟这首歌有清凉的感觉，咱就用较无的心来吟这首，亲像鹿翕无开水，亲像鹿翕无开水。我的心切切翕无你，亲像鹿翕无开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翕无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快乐敬拜，我心里偷偷的向着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希望来敬拜你。我的心切切翕无你，亲像鹿翕无开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希望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快乐敬拜，我心里偷偷的向着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希望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快乐，你是我的快
心所爱，我希望来敬拜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希望来敬拜你。请咱同心三角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阮知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的全能者。阮要伫你面前敬拜，学了你无煞。阮心无较无就近你，阮心无较无来听你的话语，因为阮知你的话就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阮伫你面前来祈祷恳求，因为你的话语有讲，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主，阮祈求愿你的国降临，愿主你的旨意伫成，也愿主你继续来掌管这个全世界，将你属天的平安、喜乐来赏赐伫阮当中。愿安尼祈祷，拢是要奉靠救主耶稣的圣之名来求，阿门。恁若听我，就要守我的命令，我也要对爸求，就伊要用过一个保惠师互恁，互伊永远甲恁住。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这时我邀请大家起立，咱来吟圣诗164首。
至圣的神，听阮祈祷。请坐，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愿感谢你，感谢你赏赐美好的早起时，予阮每一天拢是新的开始。感谢主你的包容，当阮犯错、当阮离开主的道路的时，你愿意接纳阮回头。阮知影，主你常常透过阮生活中所有发生的事，要来启示阮。阮嘛知影，阮的使命是爱不断的传福音，对主就要寻求你的国甲你的义，互主你的疼会当临到阮的亲友以及世间所有的子女、囝儿。阮要继续努力打拼，求主你继续扶持带领。当阮软弱的时，阮伫遮要恳求无限的主，赏赐阮，开阮的智慧，开阔阮的境界。学习用主的眼光来看世间。主，阮要感谢你。今日，阮要将阮的讲台，将阮要敬听的吴牧师，甲阮众兄弟姊妹交替伫主你的圣手，求主你来接纳，互阮会当原来全然交托主，求主掌权，继续引带阮行头前得胜的路。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赏赐阮命。
咱拍开咱的圣诗后壁面，咱要来启应上帝的话。启应文49篇，伫个1089页，显着我来启，恁来应。来，喙大的人才有水。来买酒，来买啉。恁若着开钱买袂食得的面。恁注意听我讲，就有好面通食。趁找着上主的时，就来找伊。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就归向上主，伊要怜悯。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天比地加偌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悬。雨甲雪对天降落，无搁倒转。要互野种的有种子，对我的喙讲出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大山小山为唱歌迎接。以前有刺皮的所在会发青白，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这时，咱要邀请信歌队来献诗，《俄罗著名》。
感谢信歌队为咱献出美好的歌声。这时，咱来看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31节甲33节。今日的圣经节有2处，第一处是马太福音第6章31节甲33节。现着我来读，恁来看，恁来听。所以无得挂如讲，我毋要食啥物，我毋要啉啥物，要穿啥物，因为这个拢是外邦人所求的。恁的天国，恁的天父也知，这个拢是恁欠因的。独独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这个物拢要煞接互恁。搁一处是记载伫《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甲14节，搁一个36节。第2章第1节，五旬节的期已经到，因拢聚集伫一所在。忽然对天有声，亲像大风在吹，充满因所坐规厝间的厝，就有在分开的枝出现，互因看见，亲像火的枝，搁歇伫逐人的顶面。因拢受信心充满，才开嘴讲别样的腔口，是照信心所想事因讲的。迄时有虔诚的犹太人对天的逐国来的，住伫耶路撒冷。一个升一个起，众人聚集，纷纷乱乱，因为逐人听见伊照家己的土腔来讲，就拢戆影，奇怪讲：你看，这个在讲的，敢无一开始加利利人吗？怎样？咱听因讲，照咱逐人所出世的土腔啊，咱遮的帕提亚人、米泰人、伊兰人，甲踮伫米索波大米、犹太、甲加帕多家、本都、甲西亚西、普鲁家、甲庞菲利亚、埃及、古瓦、古利亚的卢皮亚，这个地方的人，以及对罗马来的出外人，有的是犹太人，有的是入犹太教的人，吉利底人、阿拉伯人，搁听因用咱的腔口来讲上帝的大事，就拢戆影、丢涂，三甲讲，这是啥物意思？也有别人踢笑因讲，因是啉新酒咧醉，总是彼得甲11个门徒徛伫大声甲因讲，犹太人甲拢总徛起伫耶路撒冷的百姓啊，恁着知，即个也着注意听我的话。搁一处是伫36节，安尼以色列全家着较实知。这个耶稣，上帝已经设立伊做主、做基督，就是恁锁定十架顶的。以上。这是咱请起立，咱来坐念新的诫命。请，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参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2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
这时要邀请大同教会吴建德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主题是成就伊的国甲伊的义，成就伊的国甲伊的义。上帝所属伊的百姓，咱泸州教会众兄姐大家平安，来先做头来祈祷。主啊，感谢阿多你，因为你的听，互阮受到你的拣选，进入伫你的国内底，嘛互阮会当被你称作义，成做你所欢喜你的囝儿。阮将着今仔日，阮伫遮要伫你的面头前，你要搁再一次将着属天的智慧，要向阮来阐明，阮用着谦卑的心，阮欢喜来领受，互阮的性命。当因为你智慧的话，一日比一日搁较深。阮将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伫主的手中，恳求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我相信伫咱的生活内底，咱常常拢会为着真侪代志来操心。咱常常咧讲的开门7件事，咱家庭的经济，咱囝儿时势，因的学业，因未来的前途，也是咱家己身体的健康。咱常常拢会真为着这代志操心做多，总是感谢主。咱真做基督徒伫这种的情形下底，咱会当向上帝来祈祷。耶稣的12个门徒因跟着耶稣，相信伫因跟着耶稣的这过程中间，嘛有侪代志，互因会真操心。特别有2件代志，我会感觉讲，当因拄着这2件代志的时阵，因的心情，咱讲亲像坐迄云霄飞车共款，一时啊悬，一时啊低。这2件代志，第一件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阵，第二件是耶稣伊搁活后来要升天的时阵。这2件代志是安怎会真做门徒因真操心的代志？伫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阵，相信这12个门徒，因咧3年前因放下一切。来跟着耶稣，希望从此以后，因的生活会当变甲过去是无共款。总是因所选择要跟着的耶稣基督，竟然互钉死咧十字架顶头。这互因对一开始因跟着耶稣的时阵，迄阵充满盼望，到伫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阵，因的心咱讲荡到谷底。因相信，因为这真操烦、真烦恼。阮当初时想要跟着耶稣基督，要互阮会当跟着伊的时阵，会当吃香喝辣的耶稣基督。这时阵竟然要互钉咧十字架，若是安尼，因将来因的日子要安怎过咧？第2件代志。互因会操烦的是耶稣基督搁活升天的时阵，好无容易，耶稣哇，竟然钉十字架死，3日以后搁活。哇！我相信迄阵因的心一定欢喜跳跳，迄个亲像我拄则咧讲，那坐云霄飞车，哇，搁飞到天顶去。因想讲哇，这时阵真赞，耶稣搁活。阮过去，阮跟着耶稣基督，想要得到的，即届一定会当得到。总是无记误，在40日以后，耶稣伊要升天，伊要转去天顶伊的所在。我相信这时阵，门徒佫开始烦恼啊，佫开始操心啊。耶稣你转去天顶安尼，阮要安怎？
总是虽然伫这两届的代志顶头，拢互这12个门徒因真烦恼、真操心，总是因处理的方式却大无共款。咧第一届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阵，因大概是惊甲，亲像鸟啊，咱讲亲像鸟兽散安尼，哇，走了，走到倒位去嘛毋知。总是咧第二次耶稣要升天的时阵，虽然因的心嘛有烦恼，嘛有惊吓，总是咧第二次的时阵，因却组织做伙三甲祈祷。因祈祷的内容是甚物呢？咱毋知真好奇，耶稣升天以后，因组织做伙咧祈祷是咧祈祷啥咧？门徒祈祷的内容，讲实在，圣经无记载，咱嘛毋知。总是咱如果对因组织伫马可楼伫遐咧祈祷，后来10日以后圣神降临，因被圣神充满，这互我知影一件代志。这10个门徒，因一定是先求上帝国甲上帝的义，因为伫马太福音今日所读的经文第6章32节到33节，遐明明安尼讲：恁所需要这一切物件，恁的天父伊拢知。恁着大声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这物件拢要加添互恁。咱讲啊，如果落雨啊，落雨我涂骹会澹，所以咱如果看到涂骹讲啊，涂骹澹的时阵，咱就知影讲哇，原来是天落雨，因为天落雨，所以地才会澹。啊，这是一个因果的关系，咱讲嘛是一个逻辑的关系。咱讲考试会当考100分。啊，考试啥会当考100分？绝对毋是天顶落落来。考试会当考100分，咱就会当知影迄个原因。哇，原来这个囡仔伊有认真读册。上帝伫门徒因迫切祈祷10天以后，伫5旬节的时阵，将圣灵以及门徒因所需要的物件，拢加添互因的时阵，咱就知影门徒咧祈祷的内容大约是啥物，就是大声求上帝国甲上帝义。因为拄则咱所读的经文已经来咱讲到，先求上帝国甲上帝义的时，就咱所欠用的，上帝拢要赏赐互咱。所以，当圣灵降临充满这12个门徒的时阵，这圣灵的充满，相信是这些时阵门徒因上需要、上欠用的，总是这个时阵圣灵啥会充满因，一定是这门徒因有做一件代志，先求上帝国甲上帝义，所以圣灵充满12个门徒。关于马太福音这2节的记载，如果咱阁有详细去读第6章头前头半段啦，咱今日读的是31节到33节。咱如果去读马太福音第6章头前第9节到13节的时阵，哇，这咱嘛真熟的经文，这是耶稣咧教导门徒啊，着爱安怎祈祷，这就是咱常常咧讲的主祷文呐。主耶稣教咱的祈祷，咱拢足清楚。要安怎祈祷？祈祷的时就爱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啦。咱主祷文头几句安怎讲？我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
你的旨意得成。咱咧祈祷的时阵，咱是大声拢会先求什么咧？先求上帝国甲上帝的义，也是咱拢大声先求讲上帝啊！你著互我身体健康，凡事顺利，然后会当食饱日，是安尼吗？也是咱会亲像主耶稣基督教导咱的祈祷文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人，亲像伫天人。大声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既然这件代志是真重要的，咱就用真简单的解说来理解，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大概有两层意思，就是爱顺服主的旨意。第二，爱掠主最上优先。伫耶稣伊要升天之前，伊有交代门徒，恁着爱组织做伙为上帝国的代志祈祷。结果因后来有照耶稣所讲的去做无？有啦，因组织做伙，因为即届因无阁四线，因完全顺探主的旨意去做。另外咧，因是以主耶稣基督认为是好的。什么是主耶稣基督认为是好的咧？就是上帝的义啦。因将这做上优先，因将这放伫因家己认为是好的代志进前。我相信咱真侪时阵，咱拢会先掠咱认为对的、咱认为好的，咱大声去做。总是真侪时阵，咱拢无先考虑讲，咱做的这件代志，是咱掠做是好，也是上帝掠做是好。所以，如果就这角度来看，咱来想讲啊，门徒伫迄当时，当耶稣基督咧来交代讲啊，恁着爱组织做伙，恁着爱伫遐好好祈祷的时阵，门徒因心内可能会想讲。敢真正是爱安尼？你即马要升天去啊？你即马无伫阮的身躯边？啊，安尼阮将来阮的日子要安怎过？阮不如阮转去家己的故乡，搁做阮过去的代志，阮搁去转去掠鱼好啊！检查门徒伫迄当时，因心内的想法是安尼，总是耶稣认为好的代志。耶稣认为是上帝义的代志，是爱因伫耶路撒冷、爱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爱为主来做见证。这记载咧《使徒行传》第1章的第8节。如果是安尼，相信伫当时门徒因的想法，甲耶稣的想法检采，有真大会无共款。门徒的想法一定认为讲，爱去耶路撒冷，直到地极为伊做见证，这会当创啥物咧？耶稣你无伫咧，你升天啊！阮爱顾巴肚呢，巴肚较重要吧？爱为你做见证是会当创啥物咧？无定得，佫会互掠去。亲像耶稣，你共款互钉咧十字架顶头，总是伫耶稣升天以后，因并无转去加利利，因无阁转去做因家己的工作，因无为着讲啊，要安怎互巴肚会当得到饱这件代志去操心，反倒转，因是留伫耶路撒冷伫遐咧祈祷。听候圣灵的降临，为主来做见证，这就是以主做上优先，将主
所爱的放在上头前。要去做上帝国，是需要能力的。当门徒为着上帝国在祈祷的时阵，因上需要的是爱有能力。因为咱对今仔日使徒行传的经文，咱有看到，伫遐咧描写咧五旬节的迄一日，有至少对15个国家来的人，拄则咱的内观执事，哇，伊真认真将这15个国家安尼读完吼，嘿，伊真正咱应该有咧准备啦。无干那要将这15个国家的名念好完吼，好，迄念甲喙齿怎拍干，你知无？有15个国家的人伫五旬节迄一日，转来到耶路撒冷，因要庆祝五旬节。哇！遐尼侪人对世界各国转来到耶路撒冷，这绝对是一个会当传福音、会当起做上帝国上好的机会。总是伫迄个时阵需要什么款的能力咧？15个国家因所讲的语言完全无共款，要向因传福音，要安怎传？语言无共款，要安怎传福音？总是这个时阵，圣灵降临伫门徒因的身上，因被圣灵充满以后，因竟然开始用各国无共款的语言，向这15个国家的人，伫遐传讲上帝的大作为。这就帮助咱看见，当门徒因咧五旬节进前，因同心合意，成就上帝国甲上帝义的时阵，上帝就将着门徒因所需要的迄个能力完全赏赐给因。我相信这是因真正因我都想到的代志。因太有法度讲外国话咧，而且一讲会当讲15国的语言。在14节，使徒行传，今咱看第2章14节遐佫讲，彼得甲11个使徒徛起来，大声讲：犹太人甲一切住伫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代志恁着知，恁着侧耳听我的话。这时阵，伊要为主来做见证。虽然一开始因克服了语言的问题，总是这个时阵，因要伫几啊万人的面头前，要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时阵必须爱阁有一项能力，迄个能力就是勇气啦。要伫几啊万人的面头前，要伫遐来演讲为主做见证，这是需要勇气的。毋知咱有机会徛来台仔顶无？咱如果徛咧台仔顶啊，要伫遮来向下底侪人讲话时阵，相信咱每一个人拢会真紧张。咱毋知有即款的经验无？伫咱教会可能下底坐是真百个，总是伫今仔日经文内底所记载的是几啊万人。哎，伫几啊万人进前伫遐咧讲话。并且要阁为着一个死刑犯耶稣基督来做见证，这更加需要勇气。耶稣你无偌久进前封顶十字架，伊啥会封顶十字架？伊是死刑犯，所以必须爱被顶十字架。门徒这时阵竟然是要为着一个死刑犯来做见证，需要勇气无？36节安尼讲，以色列全家就确实知影，恁顶在十字架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伊做主做基督啊！过去咱捌听过这个陈进兴有无？迄陈进兴哇，这是一个哇，咱讲
大歹人，后来伊互判刑啊枪杀。我想今仔日绝对无人敢为着这个人做见证。这个人，咱相信咱大概无有人敢讲咧正人的面头前讲哦，这个人好，这个人足好。今仔日，这个门徒要为着耶稣做见证。因竟然是讲，过去这个死刑犯将来要做恁的主，伊要做基督，伊要做迄个弥赛亚。这个死刑犯，伊要做迄个弥赛亚，就是上帝所差来的弥赛亚。因敢安尼讲，并且咧正人的面头前安尼讲，迄如果无正大的勇气，因太敢讲。这真正是需要真大的勇气啦。总是，如果被圣神充满的人，绝对有这种勇气。伫使徒行传，咱如果去看落去，咧后壁咧第7章的时阵，有记载着司提反。司提反向犹太人，其实嘛讲着类似的一个代志，伊嘛咧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结果啊，最后这个司提反是互人用石头来钉死，有无？咧使徒行传第7章，咱如果去看的时阵，总是伊知伊会用石头钉死，伊是安怎敢搁伫遐来宣讲耶稣基督咧？相信这是甲12个门徒同款。因伫误顺这进前，因遐同心合意，大声求上帝，国甲上帝义的时阵，上帝就将着门徒伫传福音这件代志所需要的能力甲勇气，拢赏赐互因啊啦。这群门徒真正是为上帝国甲上帝义，因将家己的需要，甚至将因家己的性命是放在第2位。咱会当讲，因真正是拼性命为主咧做工，是安怎会当安尼？因为圣神的充满，难能可贵的是，因大声求上帝国甲上帝义，因毋是为着家己的好处，因纯粹是为着上帝国的好处，拼性命为主做工。伫教会内底，咱常常拢会听见一句话，这句话叫做“为主做工，袂空空”咧。会讲实在吼，我是袂啥介意讲吼，对我的会友讲这句话，这足亲像是我要甲遮个叫会友来服侍。然后我甲伊交换条件，讲啊，你来为主做工，然后咧好，你就双手袂空空，你的双手足丰盛的。都亲像我做一个牧师，我要来诱拐会友来做工，然后甲上帝交换好处。总是伫遮，我要甲大家讲，伫我牧会的这经验内底，我真正发觉。为主做工袂空空，这句话是真的。这句话是真的。我甲咱教会的陈牧师甲怡娟牧师，迄时阵神学院拄毕业的时阵受派，阮拢受派咧南部。因是咧屏东中会，我咧高雄的寿山中会。迄个时阵，我的教会有几个青年，因拄好拢是国中、高中迄个年龄层的。哇，因真侪人啊！当然，国中、高中拢爱为着未来升学的考试做准备，所以真侪时阵这青少年，因得用真侪时间咧读册，
变做因爱来教会聚会，就拢无啊。总是伫教会内底有2个青年，互我到即摆印象也真深。有一个女青年，伊会晓弹钢琴，所以教会拢安排伊服侍，伊嘛真欢喜来服侍。然后，伊考试的成绩并无较歹，伊是读高雄女中的。后来即摆我知影伊即摆咧台北，伊后来过来台北，我发现讲，哇，已经嘛摕到博士的学位啊！上帝无互伊空空，当伊愿意为主服侍的时阵。上帝将着迄个超越人所求所想的物件赏赐予伊。伫我来到台北，我即马牧会教会，伫咧旧年嘛有一个青年，伊迄阵高三，总是这个青年伊对细汉就开始学钢琴，因为伊是读音乐的。伊对细汉哇，国小的时阵。因为会晓弹钢琴，所以教会有当时就拢会安排伊来司琴。当然到国中、高中同款，这一定拢爱排伊来司琴。有音乐的服侍，一定拢会找伊来。总是这青年，伊真愿意，伊有一个真愿意的心啊！了教会有安排我爱做服侍，我就顺服，我就去。结果，上帝赏赐真正互人想袂到。伫旧年，伊考试，伊的成绩咧师大，伊是8区第10名。伊读音乐的，迄读音乐的吼，师大的音乐系大概会当讲是第1志愿啦。毋过，伊旧年伊敢若8区第10名。本来想讲啊，这机会无大啦，因为伫过去的经验，师大8区，伊大概处到第5、第6名，要到处到第10，迄根本是无啥可能的代志。所以，伊本来已经放弃希望啊，总是咧旧年竟然处到第9名，总是处到第9名，伊8区第10，嘛是安怎？嘛是无，总是真奇妙的代志发生。伫这8区9个人的中间，有一个人，因为伊是住咧高雄，所以伊就选讲伊要去读高雄的师大。安尼毋着爱搁对第10个搁补一个起来，这个青年都要补起来，有奇妙无？为主做工，绝对袂空空。总是咱必须要有一个正确信用的态度，就是咱今日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6章31节到33节，耶稣甲咱讲的，咱毋通犹如讲食啥物、啉啥物、穿啥物。咱所需要这一切物件，咱的天父拢知影。咱着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这物件，伊拢要加添互咱。咱毋知有这款的信心无？今仔日是文字传道奉献主日，台湾教会公报社其实在经营上，因面对真多的挑战。因需要真多的经费，咱所看到迄个新眼光有无？更新教会公报，这拢每一期拢需要真多的经费，所以台湾教会公报社因咧经营上实际上时常面对着这经费的欠缺。总是咱看到
通过台湾广播社，毋管是新年观更新，也是台湾教会广播，咱看到内底所写的这物件，咱发现哇，真侪拢是大声求上帝国甲上帝义。台湾教会广播社其实因嘛是安尼咧做，因为因相信，因只要将上帝国、上帝义安尼宣扬、传扬出去，这才是因上重要的任务。若是讲经费有够无够，迄毋是因爱大声考虑的。总是当因大声求上帝国甲上帝义的时阵，上帝就将因所需要的一切拢加添予因。所以因有法度，伫经费遐尼困难的中间，也有法度继续安尼经营落去。所以今仔日伫遮嘛要邀请咱大家，咱做伙来关心台湾教会广播社即个传福音的事工。传福音的事工绝对是成就上帝国甲上帝的义的一件上重要的代志。相信当咱嘛参与伫即个大声求上帝国甲上帝义的即件代志内底时阵，当咱嘛愿意安尼为主来做工的时阵，我确信上帝袂互咱空空，就那亲像上帝嘛袂互台湾广播社空空共款。咱做下头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阿罗你。在一处，阮对着你的话语内底，来领受着主你的智慧。真侪时阵，这是阮人无法度去想象的。真侪时阵，这是阮人阮所毋知的。总是今仔日，阮对着主你的话内底，并且对着文道因的心上来看见主你所讲的话。拢是真实的时阵，主啊，就互阮将这个话刻掉伫阮的心内，并且嘛，互阮伫阮日常的生活内底，阮将阮所领受到的这个智慧，会当活出来，帮助着阮的生命，嘛会当经历着甲12个门徒共款的生命，甲主耶稣基督共款的生命，帮助着阮罗州教会，阮亲兄姐。阮今日伫遮所领受的，的确真侪是因生命的帮助。阮安尼恳求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而且用阮我阁占用大家一寡时间。今日是文字传道奉献的主日。今日受台湾广播社的拜托来到咱的教会，向大家来请安。特别伫遮要向咱大家献上12万分的谢意，因为伫过去真长的时间，咱教会对着台湾广播社的文字事工有真侪关心、带导甲奉献。因为恁即款的参与，帮助着台湾广播社会当伫即几十年经营上真困难的中间，有缘也有法度继续为主做工。所以，恁的带导、恁的关心、恁的奉献是偌尔重要。恁的关心、带导甲奉献，嘛扮演一个真关键的角色，就是帮助上帝国甲上帝义会当更加传扬出去。感谢主，互咱有即款欢喜服侍的心。愿主大大祝福，互咱在座每一个人祝福，咱罗州教会伫主的工，伫咱的社区内底，会当得到主的肯定，得到咱社区所有的人的欢喜甲接纳。而且，搁再一次代表台湾广播社向咱在座每一个人来献上12万分的谢意以上。
这时咱来唱回应诗，新圣诗638首，咱就出欢喜的声，请起立。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请书献的同工来接献。
请坐。这时，咱要来读金句，记载伫马太福音第6章33节。咱台语来读一遍，请。多多大心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这的面拢要煞下互恁。马太福音第6章33节。这时，咱要来介绍今日来甲咱中间的新朋友黄桂香。好，请起立，来欢迎伊。各一位张文成兄弟，来。好，因原本是天主教真欢迎恁来甲罗树教会，咱同做一家人。好，请坐。这是翠芳甲伊遮的朋友。咱等下来互相甲请安问好。好，这时咱拍开咱的周报，咱来看教会的书。今日是文理传道奉献主日，咱欢迎台东教会吴建德牧师前来讲道甲事工报告。我代替教会来致。第2项8月初，咱国成牧师今日甲吴牧师交换讲台，去甲伫台东教会8月初2，咱要举行圣礼典，所以是9点要聚会，是联合礼拜，请大家备办心，无甲咱中间的兄弟姊妹，咱嘛互相甲伊提醒。8月初2，8月初9，咱要举行父亲节感恩礼拜，犹原是感恩联合礼拜，所以只有一堂哦，咱邀请大家来出席。第4项台语堂的防疫服饰要招待人员，7月26是红衣甲4节。过来拜三暗，咱教会8点有查经祈祷会，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彼此代祷，守望教会。每礼拜是10点，上年乐龄读经班，咱欢迎新来的慕道友，也是有时间的兄弟姊妹，拢会当来甲教会参与。10点伫咱教会拜四再起时，拜四暗8点拢有举行家庭礼拜。若有需要的兄弟姊妹，请叶秀兰长老联络，才有伊的电话。会计报告的部分，咱家己来过目。过来是报告团契消息。今日台语礼拜结束了后，10点半伫蔡文珍弟兄要举行同心团契7月份的例会。请同心团契的会友住址伫光华路，才有写。咱欢迎蔡文珍弟兄有伫咱中间无？讲座好，咱伊要转去备办啊。咱等下去甲伊的家来参加这个团契。7月26儿童主日学要举办的暑假儿童营，所以咱的双联团契甲少年团契聚会会暂停一摆。儿童主日学伫7月25甲26拜6甲礼拜上午9点甲4点半，咱要举行儿童营。这中间同工真侪的规划，咱时常为着因来关心代祷，甲奉献支持。过来是青年团契甲少年团契要联合做短宣音乐营，地点是伫咧宜兰五结教会。犹原请兄弟关心代祷，奉献支持。好。过来就是家庭的礼拜部分，7月23这个拜四暗8点，伫林学生姐妹府上要举行家庭礼拜。毋知学生姐妹有伫咱中间无？咱，好，在楼上有看到OK，咱真欢迎咱大家下拜四暗同齐去甲因兜来举行家庭礼拜。过来就是有一个喜事，就是雅展执事的查某囝雅兰。巧兰，巧兰要开第3间
18哦，第3间伫个西门町，吼邀请伫个8月初1拜六要举行一个开幕的典礼，邀请咱兄弟姊妹老营同齐来去。迄天早起是8点50，伫个捷运站三民站1号出口集合。来就是来咱请雅展之士起立，甲大家熟悉一下，互大家恭喜，请坐。其他的部分，咱请咱伫个逐工读经的时阵，为遮个辛苦平听的，甲需要考试的学生来祈祷。来，过来是总会甲中会的消息报告。8月初3，上午9点到5点半要举行乐龄玩家英法桌游带领人培训，每一个经教会涵盖3位，欢迎团契会长甲同工报名参加。费用是1人500块，现场收费。过来是8月22日上午9点半到12点，台北中会教育部举办主日学灵命建造甲卫生的讲座，欢迎对儿童牧养有负担的兄弟姊妹共同来参与。这是免费报名，但是要先报名，伊要准备讲义甲便当。8月16报名坐10指，请到楼骹的公布栏报名。咱的仪建牧师要补充报告，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仔日非常欢迎，也感谢吴牧师伫咱中间的主日礼拜。咱搁一摆用热烈的呼声来甲伊感谢。咱主日2伫即礼拜5，即礼拜6甲礼拜日，就是7月25号跟26号有举办咱书记的一个夏令营，伫遮如果咱兄弟姊妹伫即个期间，你若有闲，会当来伫教会行踏，来甲遮个老师同工，甲遮个囡仔来甲因鼓励，安尼即摆自7月初开始，咱的助理老师的真无闲，伫遮开会筹备，遮个准备，所以嘛，咱会当互因真大的一个鼓励气力。另外，伫8月22号、23号，咱的青少年甲几位遮的圣歌队遮兄弟姊妹，要同齐到伫宜兰五结教会伫遐来做一个音乐的团宣，这嘛是咱的头一摆。对7月初开始遮个兄弟姊妹就开始做节目的准备，咱的节目有遮个唱歌，嘛有舞蹈、手鼓，搁有遮个乐器。毋望咱伫礼拜6才拢开始伫咧做练习所以咱嘛当对这项事上重要是有大家的带导祝福，来甲因支持关心，互咱的音乐的团宣一切拢会当真平安顺利。搁较重要是互参与的人来得到这个利益，就是伫信用顶面有真多的操练。以上报告。这是咱要来吟马背诗第402首，请起立。吟诗煞，咱请牧师来读报。祝福阮伫黑暗中会当做光灯，将着主你的光来照光伫黑暗中，
互黑暗夜坎的人。就安尼，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耶和华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相通，甲咱在座每一个人三甲地地，对这时得到永世大无尽。阿免。大家请坐，咱来领受圣乐队祝福的诗歌。密道避讳。